常最常待的地方练团圣主。在这边我们都在干嘛呢？练团、健身、韵律体操。去那个巴黎文化奥运的那个表演是在这边练的。所以这里就是气场还蛮好的，因为我们只要出国的表演，我们在这边练，我们就会出国哎。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不能讲？哎，蛮开心，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啊。椅子给他拉过来一点。我其实很想念的有2个，一个是600克的牛排，一个是最好吃的世界上的烤布雷，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。言语，还有瓜牛。对，我一直想说，我们需要讲瓜牛，是要讲这个哎，有拍吗？有拍瓜牛吗？有拍瓜牛。那你拍？但是我拍我们去吃法餐风景的，我们去拍 MV 的。哎，我开床，还有巴黎铁塔的，然后我们表演的，还有人像，但是我都拍的不太好看。哎，现在有那个AI 的功能啊，就是按那个魔术修图。这边有一个 AI 自动构图修正，有拉远的有没有？还有近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这些我都还没有很满意怎么办？它还可以取得另一组新结果。那你修我的。哎，太酷了吧！我们不是来这边练团的吗？我们先等一下再玩吧。AI 做了他的工作了，我们要做我们的工作吧。让我们练团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练团室。过来。平常会有很多的乐手老师们，所有的老师都会在这边，要走一下这个通道，这边有很多的器材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休息室。这是我们的钢琴手穆萨，我平常就是会坐在这边。然后开始越来越下面，然后眼睛就合上了。这个椅子是蛮舒服的啦，很好躺。莫妮，你怎么还在用我的手机修图了？多久？借我一下啦，巴黎太多太好看的照片了。4号、3号。美好记这首歌就是囊乌瓦是台湾属于美好的意思，然后当初会写这首歌，就觉得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比较特别的是这支 MV，就是我们这次去那个巴黎文化奥运的时候，就 MV 就是当地都在巴黎会拍的，就把这个城市的美好记录下来。把这些都记下来，美好的回忆藏在手机里。好饿，你们要吃什么？要啦，每次问你们那么多的意见，然后又不会想要找餐厅，还是吃金乐餐？直接今天吃金乐餐好不好？好啊，嘉一，那我就拿出我的 Google Pixel 9 Pro Ladies and Gentlemen 新浦捷运站健康餐推荐。这个4.9的呢。等一下拿去给姐姐点，看她要吃什么。好。哎呦。就是你们刚刚订的那个4.9颗星，对，所以现在很多问题都可以问他哎。是，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去玩，或者他有帮我什么流程规划，你说屏东台湾族吗？对啊，文化那种。为什么你不了解你自己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帮我规划台湾屏东台湾族文化的旅游行程，看他要给我什么？第一天上午。这个我可能参与不到，因为你会睡到下午。做琉璃珠的，好漂亮对。第二天到来义的鼓楼部落，最后一天他会安排你去春日，还有一个净水营的国家公园。我有走过，是净水营古道。是啊，它会怎样？就是很多马环。马环是什么？马环是什么？我记错了，那个在都兰。那净水营古道你有去过吗？有，它是好走的吗？很好走，去啊！它有贴心提醒，这很棒。就是这些有些活动它是要预约的。你可以吃地瓜，但你不吃红萝卜对吧？我觉得很好吃，它就是会有一点涩涩的感觉。哪一个？我想到一个游戏，什么游戏？我想要跟你们一起玩，叫做 Bopomofo 的游戏。5、6、7、8 ，Bopomofo 的那个歌，爆炸歌，爸爸的歌。包包的包，包包的包，波比的波，宝宝的宝。哥哥的哥，鸽子的鸽，
团的练，练团的练，练团的。就是现在做我们练团，本来就是会拍一些工作记录，练团的时候有些蛮可爱的表情或什么的。可是你知道，因为练团的时候你会一直动嘛，然后动开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不太好抓。AI 功能在修图真的是非常厉害，拍了一张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可是那个脚的部分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就可以一样，就使用这个魔术修图的功能 ，AI 自动构图修正，就给它点下去，哎，然后它跑出来了。最棒的是，因为现在社群有很多不一样的 size， 然后它会自己自动帮你算好，你就不用裁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练团辛苦了，拍手。那跟完成一样，我们还是要拍照留念。OK， 牧场可以帮我们拍吗？好，一下，好，这里。换你进去，然后手这样。这个功能很酷哦，叫做一起拍。有没有？太棒了！这样我们以后还有需要请别人帮我们拍照吗？不用了。感谢我们的 Google Pixel 9。可以再整齐一点吗？太没关系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默契。好。练团到